在地人在地前来看台南仁德的二空新村转型做眷村文化园区，后个月要开幕了。文化局先来举办着二空美食走读暖心的活动，要让游客透过食食来认捌着在地历史文化。 讲师介绍手头的面条，透过介绍当地的食食甲料理来熟悉当地的眷村文化。我们原来眷村的食物是什么？第一个眷村很容易看到的就是烧饼油条。 再来，我们也会介绍我们一般来都以面食为主的葱油饼。二空文化协会举办的走读活动，配合整修完成的二空新村，透过网络报名，30个名额一搭久啊就互抢了。除了有当地人来参与，嘛有少年学生因为对眷村文化有兴趣，特别来参加。蛮有趣，因为我们家都是本省人，所以对眷村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陌生的。就是大家来这眷村吃到这些食物，就是可以。 透过这方式认识眷村以前的样子。二空新村今嘛转型做眷村的文化园区，按算伫咧7月份来开幕。文化局嘛继续来规划活动，期待让更较侪人来到二空新村，熟悉眷村的文化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